Hello，大家好，又係我啲 BV Buddies 剪師同行嘅 Belsa。咁今日點解要拍呢段片呢？就係最主要就係想俾翻一啲資訊，大家 DSE 嘅學生去了解多啲。因為 DSE 啱啱考完個零月啦，咁就大家可能而家就開始籌劃緊下一步應該點行。因為大家考完基本上都差唔多，知道自己考成點。咁因為而家籌劃緊嘅時候，我哋開始就接到好多即係家長啊、學生嘅查詢。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我哋除咗做海外升學之外，亦都會做中國升學啦。咁香港升學啦，或者一啲東南亞嘅國家，我哋都有做嘅。咁所以好多就開始就問啦，究竟開始要比較，開始要揾好多嘅 option 唔同嘅選項去了解下一步應該啲仔女應該點行，或者啲學生本身了解自己想唔想去咁樣係行咯。咁但係喺了解嘅過程，其實大家都知道，如果成績唔係話太理想嘅時候，要真係全心全意去等 JUPAS 放榜呢一樣嘢呢，咁可能就會有少少即係太遲啦，因為到時你先至去考慮下一步會太遲。咁所以大家都明白，可能香港一定係首選㗎啦。咁你 backup plan 可能就要諗外國啦。咁但係去到諗外國讀書嘅時候，大家就會諗外國讀書好貴，好多人都已經知道就係話俾我哋聽，起碼過百萬，甚至有啲係二三百萬。咁你咁貴嗰陣時候，喂，而家經濟咁嘅情況，大家都明白經濟係有啲不明朗啦，又多好多嘅。即係我上次有一段片都講，雖然數據上我哋睇唔到啲乜嘢，但係好似好多，即係大家人心惶惶，大家都唔知點下一份工。即係早前又話有一間大銀行裁員，即係好多呢啲咁嘅消息咁樣出嚟嗰陣時候，令到大家的確係明白到經濟係有啲嘢，但係有啲咩大家都唔知。咁喺咁嘅情況下，貿貿然去做一個咁大嘅決定，話去外國讀書喎，哇，百幾200萬喎，咁係會好驚。咁但係又係嗰句，咁小朋友如果識唔到本地嘅，咁都要去讀書㗎。咁所以就想了解下究竟係咪真係咁貴。That's why 今日我哋就拍呢段片啦。其實我係想話俾大家聽，其實去外國讀書唔一定係話即係一啲譬如荷蘭啊、德國啊嗰啲咁唔係熱門嘅國家嘅。熱門嘅國家，西方即係English speaking 嘅國家咧，就譬如英、澳、紐、加、美呢幾個國家咁樣啦。咁加拿大同埋紐西蘭的確係可以俾大家考慮。點解呢？因為我哋做咗咁多年，成日接觸咁多唔同嘅學校嘅資訊，就知道原來加拿大係的確有一啲好平嘅學校係可以俾大家揀，而係一個正規嘅大學，唔係加拿大即係或者美國好興嗰啲 CC 啊，即係嗰啲 college，真係一個 university 嚟嘅。咁加拿大，大家一講加拿大就諗起多倫多或者溫哥華咁。咁多倫多或者溫哥華呢兩個地方最熱門嗰兩個大學就係多倫多大學或者 UBC 啦。咁唔好講佢哋個學費先啦，呢兩間大學嘅學費一定係高，因為排名高啊嘛。咁你講嘅生活費，兩個地方都係咁熱門嘅城市嘅時候，如果個個都話想去嗰度讀書，甚至其實呢兩個地方本身嗰個人口比其他加拿大嘅地方已經係多噶咯喎。咁你咪越嚟越多人需求佢哋當地嘅物資嘅時候，咁個物價咪自然會提升咯，即係會高咗咯。咁所以簡單啲講，對我哋留學生有啲乜嘢影響呢？就係嗰個生活費會貴咯。生活費貴嘅時候就影響咗我哋預算上嗰個安排啦。咁所以我今日唔係講呢兩個知名城市，而係講佢哋附近嘅。先講東岸嗰邊，東岸嗰邊最東面咧就有一個叫做愛德華王子島，而呢個島咧就四面環海啊，咁環境非常之好啦。咁好靚嘅，佢當然嗰個環境係好靚，好舒服嘅。咁佢入邊咧有一間大學就叫做 University of Prince Edward Island，即係愛德華王子島大學。呢一間大學咧喺香港未必好多人知，但係其實好多海外嘅學生，譬如話美國啊，或者係其他譬如英國啊嘅學生，因為佢哋都會去加拿大升學噶嘛，就會好清楚啦。
因為呢一間大學係可能叫做我加拿大最平學費嘅一間大學，係啊，係其中一間最平學費。咁有幾平呢？可以話俾你聽啦，開估係15,000蚊加幣一年。其實佢係13,000幾一年都有，只要14,000幾一年喎。你要記住係一年嘅學費喎。咁你而家兌翻5.6啦港紙，咁大概會係幾多錢啊？8萬鬆咯，8萬零蚊港幣咯一年，8萬零蚊一年要仲平過香港嘅私立大學一年學費。咁當然你去到外國讀書會有一個叫生活費嘅嗰樣嘢啦。咁其實一般嘅生活費，如果我哋嘅理解就係萬零蚊加紙，但係加拿大政府會要求每一位留學生預備2萬，大概400蚊啦，你當2萬蚊啦，加幣一年作為生活費嘅。咁你加埋上去就會大概係34,000蚊加幣一年。咁佢又讀4年嘅。咁你乘翻呢一條數對翻做港幣，我頭先計過就係大概係70零80萬，70幾80萬，4年連生活費連成係唔過100萬，亦都仲有一段距離啊，同100萬。所以去外國讀書原來係可以低過100萬㗎喎。咁當然你話哎呀，但係呢一間大學咩 UP、EI 我都未聽過。咁會唔會去西岸嗰邊啊？咁西岸嗰邊呢，另外一間大學可能多少少香港人知嘅，因為我哋都有做過啲學生去嗰間大學，就係叫 VIU，就係溫哥華島大學啦 ，Vancouver Island University。咁呢間大學直情喺溫哥華嗰個海岸對開嘅一個島嚟嘅，好近嘅啫。咁而呢個島呢間大學呢，就學費就相對高少少，因為頭先我講過啦，你知名度高啲就會學費貴少少。咁佢就係2萬蚊左右。咁而呢兩間大學咧喺加拿大，因為美加咧，佢哋啲學校係有一個特色嘅，係真係好多嘢讀，係真係好豐富嘅啲學科，就唔係好似我哋香港咁局限於即係咁簡單嗰個商科啊、理科啊咁，佢哋係好多嘢讀㗎。咁所以啲同學仔去到咧係可以發揮到佢哋自己嘅興趣，可以揀到好多嘢咯。咁呢兩間大學就係加拿大嘅學校。咁好啦，另外一個地方啦，因為好多人就話加拿大好凍喎，天氣咁。首先頭先呢兩間大學係東岸同埋西岸，就唔需要去到中部或者北部天寒地凍，真係零下幾十度，即係好似有一個地方叫 Saskatchewan 咁中部啊嘛，即係零下幾十度天寒地凍。咁就唔一定係冇咁凍啦，相對地呢東岸同埋西岸。咁但係如果都係好驚嘅，因為始終加拿大都係凍啊嘛。咁可以去邊？頭先我講嘅紐西蘭。咁紐西蘭咧，我哋就知道就係譬如有2間相對地更加多香港人認識嘅，而學費即係總括嚟講個總費用咧都係差唔多嘅，就係 AUG 啦、AUT 啦，或者係呢一間嘅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咁呢2間大學咧，我用翻雙科去計咧，就係大概如果用紐幣就係35,000。咁如果紐幣35,000的話，咁其實就係乘翻而家好似4.6左右。咁4.6就大概係15、16萬，15、16萬。一聽落去16萬喎。頭先加拿大嗰個純學費係大概8萬幾，係一個雙倍，即係 double 咗喎。咁你又話喺紐西蘭讀書平啲嘅，你留意翻喎，紐西蘭讀3年，加拿大係讀4年。咁所以咧，紐西蘭佢嗰個要求嘅生活費又係大概係2萬蚊紐幣左右啦。咁你加埋埋3年嘅總開支啊，總費用啊，都係大概78萬。係咪即係聽落去又係78萬咋？原來去外國讀書唔貴㗎喎，係㗎。所以紐西蘭就3年，佢雖然每一年嘅學費係貴啲，但係佢因為讀少1年啊嘛，咁所以佢總費用係平過加拿大咯。咁但係有啲家長就會話，即係好似我哋去買電器啊，或者買有啲手機啊，咁就想 pay installment 拉長啲時間去俾。咁加拿大4年喎，我大家都係78萬，咁4年去支付呢78萬，同3年去支付呢78萬，好似相對抵啲，可以咁諗嘅。不過又係嗰句啦，咁紐西蘭嗰2間大學的確係喺香港比較多啲人認識咯。
咁所以就今日嘅資訊最主要係想話俾大家聽，喺外國讀書真係唔係話閒閒地幾百萬，或者一定要過百萬，唔一定嘅。所以紐西蘭同加拿大，而佢哋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問我咧，我自己就比較傾向去紐西蘭多啲，因為真係加拿大嗰邊實在太凍，對於我哋嚟講。咁紐西蘭都凍嘅，但唔係嗰一隻凍咯。咁同埋紐西蘭同澳洲又近啦，咁大家可能讀完個 Bachelor Degree，咁可能想去澳洲讀個 Master 都會即係容易適應啲咯。咁但係都係你哋自己要好好去計劃同埋去諗晒所有細節，因為真係原來好多家長話俾我哋聽，佢哋計費用原來係就係咁睇單一個年，即係逐年睇嘅啫。呢個逐年睇咧，就係話啊，即係頭先我話加拿大佢一年嘅學費最平嗰間啊，就78000啊，紐西蘭16萬，哇！原來紐西蘭貴過加拿大1倍喎，讀書原來唔係咁嘅，你要睇總費用，最終嗰個總嗰個 total amount， 即係我都唔知要講幾多次，重要嘅嘢講3次，要睇總費用同埋 total amount， 咁先知道究竟呢個國家同嗰個國家嗰個讀書嗰個費用嘅 level 係咪真係類似咯？咁今日嘅資訊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咁下次咧，如果大家有啲乜嘢再想同我哋講或者問我哋，又係嗰句 WhatsApp 我哋又得。email 俾我哋又得，直接打俾我哋又得，或者喺下邊留言俾我哋都得。OK，咁今日就講到呢度啦，拜拜。